太林镇是客家人一定有发展的地区，繁有闹热。离沙店家连我交通，西安也是有5件按多喎。红药店千多家下还有50-60件咯，更加存到20-30件呢。10多年前，归路卡屯红药店接下来做嘅喜开心，看到红药产业原来一没落嘅，伊就蛮受理，故所开始想讲要来转型。以前佢店面有开发的轨道，方便无限的乡村人来识得用成茶包、红药同包也得，佢出价呢来经营后生人的市场。去年呢，伊还屯一栋老屋买下来，打造做红药博物馆，为韩国多人使得全面了解红药文化。1806年，太林得到国际漫上协会认证，每只能漫上协会一路将理事长，韩国落实到社区发展工作。上海屯没落嘅红药文化，特别太林，这个小家本韩国多人看到注意到。早期说那些男生就3妻4妾啊，有没有？那女生的话要早生贵子的，有没有？生理不大行的所以都要去中药房去拿药。早期是这样嘛，所以他也不好意思让人家知道生理虚所以他隐私权的问题。对所以行来有没有内行人才知道一个地方啦。村内生团应该换作店，唔系快递太露水，系地市场红个度，生地店都很难好。上周因为做边上，通常太冷及等能源，系隔夜都发太嘅素材，引导换作店也多。常常就是人多嘛，居民就是我们你看男生居多，所以他跌打损伤有没有会？然后人又多，是医疗行为就很多。那人多是不是他就是一些生理需求，就是他想要进补什么东西都有。佢哋70年研究嘅老漢族店，柴田人共機係樹衝度嘅漢族店。上早期佢牽嘅阿爸就會買東貴存以上千，佢哋兩棟六百戶，所以也中意共兩係東貴了。他有聽說有風聲嘛，當歸會漲價，那當歸漲價，他想去囤，他想賺錢，可是當時阿公已經往生了啦，沒有人可以問，他就。後來就去跟阿公拔杯嘛，對，拔杯之後，阿公就說可以，所以他就囤積了一些當歸，那真的是當歸是大漲。太林漢族店最多計下足50-60件，專附件單單細走咧，老主顧也老睇咧，也係6年30件，10多年前轉到家鄉嘅喜開心，東頭台也看到危機。所以才想說我要去做轉型，轉型是因為想去吸引新的顧客，新的顧客就是年輕人嘛，因為年輕人都沒有接觸過，還沒去開發這一塊嘛。其實係老店兒使到太露水氣，按用後生意還會上外行落來，還開發新產品。所以我們最簡單就是茶包，讓這個東西生活化，就是上班我們只要沖一包，就可以得到一些養生的一些效果在啦。一客人下下會夾會啲片，中西茶現泡現店，還做團依靠鋪咗個就算專空包裝嘅韓族包，兩手來出時的，改變本地嘅做法，攞韓族也做到聽呢度市台，還用苗路來獻出，一下全推翻都做幾個迎合。所以就是跳脫我們以地區性的一個方式因為我們就是可以宅配嘛，所以都很方便，而且現在是電子化的一個時代所以臉書啦、LINE全部都可以使用，所以就顧客會自己來。用現代方式來記憶，一下見下單單係後生意，是係挑下貓去轉型計下，老是會見nhau。但是你要轉型上，跟上一代有點摩擦對，應該不是一點點摩擦啦，他們會想保護你，可是我們一定要想到我們以後怎麼繼續生存下去嘛。好啲先近依下見來，就按到顧客講嘅老漢族店，也贊助啲技術講古，像係百草葵行嘅肉名，就嘛全係3種世界，人類唯獨會轉車好看，肉名係2種世界肉菜，都被國家幾個產品名，鐵磚也係樣板做出嚟嘅。麥芽它有2種，炒跟不炒嘛，這個是炒過的，它泡製過的，所以叫炒麥芽。那這個就是青椒啦，其實是川的，川產的，所以四川的它就是產地。那這個木通的話，對，有些寫川木通也可以，可是它就是寫錢，就是因為它特徵的關係。香港傳統包裝嘅方式都係包做斧頭包。保生大帝的一個旁邊的坐騎就是一隻老虎，因為它是兇猛的一個猛獸嘛，它一直跟在它旁邊，就是要去把那個疾病咬出來，所以我們就開始包，就要包虎頭包，有沒有？就把你的病這樣咬出來。
點落韓國文化運用嘅現就會看到呢，對青年前落國中同學講明係合作嘅挑戰從小地行開始。可是看見沒有人，怎麼可能會忽然間看見你？所以如果你要辦一些活動，以我們民間單位來看，就是希望帶人進來。帶人進來，所以當時明赫開始辦小旅行啊，所以我就跟他結合，因為來到我們家的時候，我們給他看不一樣的東西。草有些很長嘛，可是這樣沒有辦法去做一個抓藥的一個動作，所以我們會把它裁斷，一小段一小段這樣，所以我們針法進去之後，有沒有？這樣裁下來，它就會一段一段一段這樣。青年協會現喺攞住棟樓買下來，選碟韓國本不趕，半年免費參觀，兩年是來自估計聚會。對中藥的了解就是，抓药材啊這樣子啊，好像很簡單什麼，結果，剛看那些文物的話，覺得以前真的很辛苦，覺得還蠻新奇的，因為都是我沒有看過的。然後像是中藥行吧，就以前還蠻有興趣，可是就沒有機會這樣近距離去這樣摸索。那我們同學就可以認識台灣中藥行早期的很多的這種設備，然後他們的用法，還有一些這種相關的功能性，就可以認識大林這邊相關的，就是這一些很有歷史性的景點。沒有賺錢的事業，其實基本上大家不喜歡去做啦。可是，在我的想法是，我的能力範圍之內哈，我是希望把我們中藥的東西去推廣出去，甚至是大連，在我的身上，我就覺得有把它保存，甚至一個發揚光大一個義務。2016年，台電通過國際萬商研究，協會現兩下也係台電萬商發展協會嘅第4種，圖靈影響全圖地主。花蓮的鳳林、大林、三義跟南莊總共4間。大連其實是最高分啦，79點多哈，超過50分其實就是曼城的。這度係萬商嘅票頭，專專站內80張這度都係財團人容易買嘅名額做嘅。那個米就是秀蜜，就是這個男生，小米的意思啊，秀蜜有沒有？這個女生叫布蘭妮，他們其實就是大連的一個吉祥物。對專專站到火車頭，行過大石街路，一步經行仍然是台電。因為人多嘛哈，男生多，所以有發展情色行業，所以這個有當鋪哦，這間是當鋪。大連很多特色的一個窗花，不過要去發掘這一般的住家的房子就是比較矮一點這有住人的哦，還維持得蠻好的啦哈。老大家沙期聯絡起來，也老見面從下老表基地嘅方嘅素材，大操作將嘅工人，老台電變到很好。小李行盤嚟青年，當到現轉回幾多年出嚟台電，幾多人高嚟當到冇窮容量俾嘅朋友。他有一個新的思維就給你，所以慢慢你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，然後讓我們執行下來哈，因為人脈也會比較多，而且東西想得比較廣一點，這樣子。雖然上班下肯係會半夜受呢，唔過肯係當熱錢，就係為自家創立三團應該落漢落店，到會計台電技術進步，展現出文化內涵，又為囤積嘅專注，在高展現出艱難嘅重要。